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賽後重點分享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6年2月8號星期日，沙田8草3泥草地 C 跑道場地掛牌為好地，想分享下場次416 4班1004米，5號馬幸運奇兵，孭128磅，13檔起步，出閘未到1000米段處已經攝入2碟，彎前移出3碟，最後250米比落去好好反應，最後200透出彈甩贏，4班做接近2班標準時間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